还是甲你扫、甲你掠，还是甲你逮，还是甲你捉，开始用竹啊捉、讲、喊，掠地头喊，还是猫、物，最后用汤啦，马掌。你看安尼台语安尼有澎湃、有青草、有丰富无？笑到有看到，笑迄物件笑。哦，做真济吼，安尼有丰富无？安尼有青草无？安尼有澎湃无？有嘛就好。对不对？现在有自信啊，那有自信啊。以前的时阵我讲说台语好熟哦，对不对？好台哦，就是还是玩弄的，家己玩弄的。就咱若愈了解时你会发现讲，毋是安尼啦，毋是安尼。所以来，开始第一个主题，外太空的概念。什么外太空？各位，我毋知影讲吼，我无了解吼，到底吼，这个世间吼有没有 ET 啦？有没有 ET？ 我不知道。但是有一件代志我知影。就是美国足早的时阵，伊就伫探测有 ET 有外星人无啊？伊讲你若知影，来咱来看，各位，这就是迄只叫做啥物呢？叫做飞行探索这个旅行者1号这真正代志等下我来讲这个 voyage 伊用这个法文voyage 叫旅行者旅行者。来，这个讲啥呢？来，讲看者美国我毋知影有 ET 无，但是这件代志我就知影证明讲真正美国咧完成这个代志，但是伊无对我宣布。尾仔这是尾仔先解密了，先咱较知影美国的太空船呢旅行者1号 Voyage 是外太空的探测器当时各位你看有时有月有年1977年的9月初5发射。讲你若知影，伊解密到这当时，到我今日讲的这当时，还阁正常在运作，在运作啥？太空船旅行者1号呢，有录一块当一个 CD， 大家拢知影，这 CD 敢是尾仔10外来9月对不对？迄时就有啊，国防部当时另外伊就开偌济钱，就讲迄个技术迄阵就有啊，但是还阁无商业化就有影太空船1号呢有录一块用铜的做的这个 CD 内底安怎呢？有55种3种问的话，加音乐向 ET 外星人的表达真的关心。所以到底有无我毋知影，但是美国自1977年60人，美国60人的时阵，伊就已经在做这个代志。到底有去发现着无？伊嘛无公布，但是咱知影讲伊有咧做这个代志，对不对？这个代志好。各位我请问，拢总有几种语言？55种。我请问大家来你若会晓去甲唱我13条迄个台江内海的图请问全世界语言有几种5000种。大家来讲，表弟，请来讲。5000。5000种。你上啥呀？好，拢无上。6000外种，6000多种，6000种。咱拢知迄是联合国登记有案的，联合国登记有案的公布的6000外种，其实应该比这较济嘛这大家拢知影。所以6000外种当中，现在选55种，好，咱台语就其中一种，嘛无简单但是无简单是6000外种是咱也可能共选着啦，比如讲台语鼓弄，这鼓弄毋是咱家己发送的来做发送。到底，伊录这个台湾话时伊是咧录啥？伊内底讲啥？足趣味的这有年纪的阮昨天来无甲读者咱这有一个台大来，这来他者来，进来甲读者，都较大声就是你学姐就是你，进来啦这啥意思啦？好来，不要紧你讲来，这我们有watching a video. 是，你都英文啦。Friends of space, how are you all? Have you eaten yet? Come visit us if you have time. 你敢不知影？咱伫迄个CD内底有关台语是读啥物话？你敢知影？来，
这算吼历史的公案吼，你别听着吼，就是咧讲这话啦。太空的朋友，太空的朋友，恁好，恁食饱未？你是嘛食饱未？看无？亲切无？伊就是安尼发生啊！恁食饱未？有闲咧来阮遮坐。就讲吼，伊24小时吼，啊55种24小时哦，啊你看为迄个时阵，你看几十单啊，逐时逐秒安尼，吼，咧讲这话。啊，伊咧讲啥物啊？看哪一个词谱吼较强啦，吼，啊，当然这科学我毋捌啦吼，我毋捌。就讲，伊向外太空的朋友讲这话尔啦，讲啊啦，讲太空的朋友，恁好，恁食饱未？有闲来阮遮坐，来阮遮坐，啊，有亲切无？足亲切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甲报告，咱的台语是外太空语，对不对？吼，啊，用这啦，用这去甲啊，迄个外星人吼，去接触，去touch，吼，啊，到底倒一个上解迄个是伊无公布，咱嘛毋知吼，但是咱其中内底一个吼，只有大家了解吼。好，安尼就好啊吼，过来，我来介绍喙脣皮啊，古语的台语，古语就是典雅有历史啦吼。我就我个人来讲啦吼，就来讲，我相信吼，在座各位你今日来听这吼，你家己讲，我来听台语，台语就听啊台语就学哦，吼。我印象上深的当日是我正式吼，去新学院学台语的时候，其实我毋去学台语，我是去学罗马拼音啦，我去新学院学罗马拼音咧。当这时吼，阮太太呢，阮太太今仔无来，我讲伊歹个来紧吼。伊当这时的时阵呢，伊甲一个厝边的伫咧开讲，厝边就问讲，你暗时装是咧装啥？是咧无用啥啦？伊讲煞毋知影，讲去学台语啦，台语啦。阮太太意思讲吼，食饱伤用啦，食饱伤用，讲个台语啦，已经20分钟了，你看请你做出边。摆出边我厝边，听着讲学台语，无你拢是外省的呢。好，我是啥物意思呢？就讲，因为咱长期啊，大家感觉我台语就通啊，我台语就会晓讲啊，佫毋通袂个字。一般人呢，你若无正式吼，你看我安尼一路安尼已经20单啊，我为1993年到即当日，我无一日无去研究台语的，好逐日啦，会讲20单吼。1993年我开始吼，开始。好，我开始讲吼，一般人因若看台语普，因若讲伊无真正去了解，就伊是即个语言是一个深度有内涵的，有内涵的。这空实部至少等我会证明我因为讲安尼是嘛无效啦吼，嘛是咧画口语尔吼，口语。我是讲一般人讲台语会讲啥物啦？伊讲的啥物啦？伊讲的是喙脣皮仔台语啦，喙脣皮仔，啥物喙脣皮仔？就是啥就是洗下落迄个话啦，烧酒的话啦，来有闲来坐啊，来坐啦，日日来甲佫来放茶啦，若靠个人来食饱饭对毋对？要倒去去，吼，类似即款的啦吼。若要走的是讲顺行，咱别人讲再见哦，有无吼？顺行，这顺行这款台语啦，顺行。顺出来讲，跋倒到1000万元，讲顺行就跋倒到1000万元，对毋对吼？这就讲叫喙脣皮仔，若暗时咧出面咧拄着阿伯啊，隔壁阿伯还袂困，这拢是嘛？敢是喙脣皮仔，去共烧酒糜，烧酒。所以你发现着无？烧酒糜话、喙脣皮仔话、烧酒糜话，拢是啥物话？拢是贵话，你敢知影？敢知意思？你毋通食饱话，你到要请伊，绝对无啦，绝对无意思啦，对不对？讲你食饱话，你要请我呢？对吧？我暗时阿伯你还袂困，绝对贵话，伊若咧困会遐行嘛？对不对？所以话，这个喙脣皮仔啦，洗下落的啦，洗下落，这大家拢会晓讲，一般人感觉台语就是安尼啦，台语安尼先，咱今仔慢慢来这应该，慢慢来听啦吼，是啦。所以讲老早啦，食饱话啦，对不对？来坐啦，顺行啦，还袂困啦，要去倒去啦，要去倒去吼。这个咱我叫做喙脣皮仔，我毋免特别学的啦，拢会晓讲的。咱感觉我台语一通啊，台语做好讲毋是安尼。咱要学啥物话？是即个古语的典雅有文化的语言。咱无学着这，譬如讲煞拍，什么叫煞拍？煞拍讲吼，语言咧讲啊一个口罩的时阵，咧讲话的时候有音乐进来，有节奏啦，足顺的啦，足骨溜的啦，断家溜了骨溜练成老大当煞拍。
叫煞拍，有迄节奏感，有迄节拍啦。你看业绩，我做大业绩呢，3台业绩啦，一台咧。最近台湾迄油就是安尼吼，3台安尼，一台安尼讲，哇，业绩哇，这有水无？这业绩这有水无？一粒安尼啦，芳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芳，产能芳，新草埔，芳，因为你抛弃它，所以它荒废了。芳，吊顶知影啦吼？吊顶，无米含水。其实种足水个会当讲话啊，吊顶，要去乌影，毋去吊顶，即讲讨海个心声。要去乌影，毋去吊顶，就是咱细汉咧读迄种啊，迄风中的他爸爸不离去，对不对？啊，即款。啊，另外条讲要去乌影，毋去吊顶。软整，软就知影吼。你看软，你安尼软就是整啦，整就是软啦，软整。这样啦，做啊啦，做个上空上芳，做个脆，对啦。啊，拄长去拄着，去撞着，你看，拄着撞啦，撞着拄啦，啊，所以咱有即个偌水个俗语，咱知影，这个做这个地位呢，软整毋值拄长啦，对啊，你看最近这头家，这有个头家若知影即句话，伊就袂安尼啦，上要软整毋值拄长啦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去做对头啦，哦，软整个啦，牙肉。做家叫的有无家叫？这种真水家己呢，毋过少年拢袂晓讲，袂晓讲，啊，拢无咧讲。啊，少年的吼，绝对袂使甲即边啊讲，少年袂晓讲咱的母语是咱即代的人的精神啦，吼，家叫，怎样家叫？吼，啊，着买会着，较野狗斗咧嘛是少，啊，买无着咧，心肝会家叫，走出来，称心，有无？烧钱，称饭，啊，称饭无食，早当夜，对不对？啊，十层，啊，十层知影啦吼，19是呢，家门，什么家门？家门就是精手，所以我定爱讲一句话，讲啊，南山捡家门，南山捡家门，南山知影嘛？零用钱啦，零用钱叫南山的啦，南山摕10天、50天的钱，吼，就变成一个精手，叫南山捡家门，这都是个会单呢，南山捡家门啦。我定爱讲的这个故事啊，我为因空去到小港去上班，我上班15天，15天的时候一抓来货，要80块，15天呢，结果甲开差12万。啊，干那安尼迄个回数表安尼32万。当时我上班是6天上班的吼，啊说南山捡工，这都是啊。所以咱有即款物件，但是呢，拢偷无去，拢拍唔去啊。啊10层知影无？就十全十美啊，讲水过10层。摆无家门，啊，真侪人讲讲意思啦。家门就是天地啦，全部啦，精髓意思啦。就讲吼，人吼袂安水到拢无了啊去，拢无欠点啦，即种嘛有一项气，对毋对吼？啊，嘛要摆到哪？摆到无得着，摆无得着。总是安啦，男女嘛有一个表示啊开心，人要成功吼，毋是咧读大学，嘛咪读哈佛，毋是啦，是要有贵人相助啦。所以一开心。二好运，三财钱，一开心，二好运，三财钱。所以啥啦？二校读第一名，出去社会无用第一名，就是安尼讲，你个贵人相助啊。啊，啥人贵人要相助？就是你个做人较难啦，较难做人啦，吼，对不对？吼，好，啊，所以吼，我这吼简单来甲讲到遮，吼，讲到遮。啊，所以咱实是足青草、足澎湃、足丰富物件吼。来，过来，我今仔个重点，我要来讲遮吼。这人咱家己家拢知影，但是你若过去较少接触的，唔知影吼。讲话哪唱歌的代志，讲话哪唱歌，这是呢当然是呢，我接触台语的时吼，互我阶段震撼的。因为台语，伫我印象内底，台语是粗俗、低落、无水准、台无洗手，对不对？吼，早期啦吼，感觉你足爽的，足爽的吼。啊，当然听着若查甫拢是安尼干动酸的话，对不对？啊，若查某拢是安尼累，对毋对？我这物件来好补一来，对毋对？我细汉就是安尼啊，就是安尼感觉的啊。这话来好补一日，安尼讲足简单啊。读册人、知识分子、医生、律师，遐个做官，伊就拢讲伊啊。啊，什么人咧讲？啊，譬如讲做投资的，啊是哪是？啊，伊拢用迄足直接的话啊，拢用迄讲迄足直接的话啊。咱讲的是3字经，伊讲的是3字经啊，对毋对？无共吼。啊，所以你讲啊。
你若知影是，我当然是就是一只开始的，但听着即个母语的产业吼，讲的甲唱的拢好听的，咱家己讲的，讲的甲唱的拢好听的，来好，咱来看吼是按咱家己，简单来讲。我会记着啥物话？讲咱的家己是有音乐性的啦，全世界有6000外种的语言，咱真少找着讲语言本身内底有音乐的。啊，语言内底有音乐哦，你做哪嘛想袂到？有人讲是啊，家己毋通家己有音乐啦，是啊，发者吼。咱这家己吼有8声调，大家拢知影，有8声调。当然这吼上过理论，所以我简单讲者，我无爱讲详细吼。比如咱传统啊讲，咱传统啊讲来讲西河坝边搞到秋落。西河坝边搞到秋落。好，我也大家报告，咱过去伫国中、高中咧读国文的时阵，老师拢来讲啥平仄、平仄对毋对？平仄。平仄你若用国语来用的时阵吼，往拢袂通啦，袂通啦。台语的时阵吼，做下书的叭啦。啥物叫做简单？就是第1条甲第5条就是行啦，就是行，出来全部拢济啦，全部拢济。所以恁兜的即个蒙年吼。你问答毋对，我一看就知影，足简单。蒙面一定先，正手边一定是